人喺唔同巧妙嘅牛眼，佢去幫佢幫忙幾妙嘅便調味服務，用到火茶幾度。介已經喺廿日早時，天面一片牛送來嘅嘢。11月初係前做白小服務嘅一日有好舒適嘅時節。會茶味嘅服務到話下，做白服務用出去唔貨處理廠，就像最近嘅水蟲樣嘅。以下聽就看到屬葡邦味，組成嘅白服務亂嘅工作態隊，隨路本咗以下嘅小組，各自無限恻差。前做白係北台灣地大嘅服務用出去，面積總共有60公頃，服務亂嘅產量大概佔全台灣嘅1/5，年產量為1億。做白服務亂係喺全台灣提早出貨嘅蔬菜，比南部早價20年。冬至前後一概念，其實要產卵，那這個時候土地啊開始跟輪動多，所以呢漁民啊都差不多2禮拜啊，到13號去起來，佢個有烏五子啦，個烏五子當價1000啦，一公斤啦，一斤嚟講啊，1000人扣啦。差不多2禮拜哦，因為13號起鐵機之後啊，結卵一拿出來，牛啊嚟賣，卵啊嚟賣，還有價錢。但是2禮拜冇留起解剖，冇嚟做起來啊，2禮拜以後啊，有卵子自然消失，冇鐵人啊。我所當然是見日頭到城外嘅，做白唔貨處理廠如果出現安尼無限恻差嘅情形。會代嘅從sản用嘅嘢服務，前嘅一日藝術客人旗鼓，拉開都市，通作強數有數落。18米係由2-3日白開5度，拿出金黃飽滿嘅服務亂，也幾個過程是一時都做唔得清彩。最近喺飼藍鯽魚啊，講我飼藍鯽魚，鱸魚角度，交要注意呢。很緊張，很緊張喎。你飼幾個時間呢？一開始咧，先仲有5至開始飼，10公年。喺講對改到拿出唔亂當中冇生意，裡面要做55寸是出過飛起嘅。咱飼咱迄個，迄做55個年咯，所以較唔好做，愛補，較麻煩。白號嘅服務亂喺大盤上嘅數項搬出等級，服務村嘅耗費看服務亂收嘅長度來搬，鐵收嘅有分鐵道共模式，會搬打造刺激品。高等級的摸起來比較 QQ 啦，不好的摸起來比較油的，好的吃起來比較 Q， 那個不好的等級吃起來比較鬆的，沒有那麼 Q。用人工扣嘅3年嘅服務，平均當米大概有3到5斤。鐵貴嘅服務亂，佔明5批嘅重量嘅量上，頭擺搶12%。服務亂嘅比例見來見大，如係技術突破，規模簡單。有的是5兩，有的更大的，這個是養殖2年的，如果3年的話，就會比這個大。3年起來差不多平均差不多6-7兩。2年的話就是4兩、5兩。一籠一籠能旺嘅服務亂，仲開喺叫緊人嘅芯片，
一般来讲，腐魚大部分都會育3到4年，那有腐魚卵好收成。不過因為育嘅時間長，風險也變高，嗰所以有人育2年就收成。看蛋講有買起來有錢我就不要殺了啊，這樣少1年少2年差得太多啊。不過現在那個有過油一點3年再養生了。它以前的價錢大的1000多塊咯，像講1斤1多1000多塊，現在拿大的比較少人要買。都係普通的、這小的賣得出去很快的。頭擺冬至前後係牛腐魚嘅季節，古最圈也幾年，圈開5年變少，韓國有人隨天牛，加上嘅腐魚數量變少過多，嗰所有人開始養腐魚。其實我們這個養殖區沒有很久的歷史哦，大概在民國80年左右，就有某些漁民開始嘗試摸索這個烏魚的養殖。那實際大量生產的話，大概在民國82、3年以後，才有比較大規模的養殖。高經濟價值的腐魚卵變做竹白腐魚養殖戶體態嘅樹葉，韓國竹白的緯度高，天時高涼，比南部黏黏的環境韓國適合腐魚生長。比別的地方品質好，對，好在哪裡呀？他們這裡的氣候啦溫差都比一般優良啊，他們這邊比較涼啊，而且是那個品質起來吃起來會特別好啦。他們都引那個海水進來養殖的。烏魚在這個季節一到，它卵巢要發育的時候，往往跟水溫關係非常大。然後在我們這個養殖烏魚的話，北部的話這個有這9降風嘛，尤其我們新竹有9降風，冷得快，或者說是會催促它這個烏魚卵巢的成熟。那在南部的話，往往就碰這個氣候冷不下來，水溫降不下來，會影響它烏魚的發育。所以說烏魚的養殖其實在北部的話比南部好。雖然講北部的天然環境較適合養腐魚，不過養嘅人還係愛過山嘛。飼料來去冰落去。冰6包，冰年才6包，樣飼料個天然開落去哦，其實要幾日來噴啊？一般的一桶是3日啦，那它2天來把是它少，所以3、4日是有啦。比腐魚嘅工作由機器來做嘅。唔過詳細顧好腐魚嘅健康，能做得舒適珍貴嘅腐魚卵。你選個腐魚個質個種類啊，乜嘢都乜嘢咧個腐魚質，乜嘢都乜嘢要做唔得啦啊！腐魚要生病呢，所以佢也就做做起來，真嘅要可能腐魚個情形。冇供養時間就做佢個檢查，什麼pH 值啊、鹹度啊，攏愛看呢。水魚要咧食喎，食魚啊咧食情形，看是啥款的情形，是若食較無，魚啊較無咧食，飼料咧減少。魚啊，若靠咧食，飼料愛擱加落去安尼。擱第二個看咧，這水車是毋是咧行有正常無？這種足愛注意的所在啦。揾到養腐魚嘅技巧，養腐魚嘅人路講，其實關鍵都係用水。水嘅色是安尼啦，這個青色嘅有較好啦，若紅色嘅是有較歹水安尼。大家想幾道？早起是一抓，暗時攏一抓。像學生人嘅安尼，數據腐魚，我今年做白腐魚嘅產量，還係比往年減少，搶8萬米左右。本學腐魚嘅人很苦連天。腐魚我印象呢，假設一模裝，飼料一裝啊，飼料一包裝要2磅了呢，30公斤吧，一包啊。
中也以前是300人，也要600人。所以他家就想讲，又无穿啊，你顺无买一头啊，他家就讲无买上好俗的啊。电费在涨价其实乌鱼子并没有涨价，所以说这个养殖乌鱼的这个利润越来越低了。养乌鱼都比较没有成本的哈，所以加减放一些虾，像这个加减放一些量比较少所以它长得比较大。为了提升附加价值，增加收入，好多育乌鱼的人也开始同下工，同乌鱼农论的共下育，希望育更多种，本事业有更多项的发展。这样我们乌鱼没有吃完的饵料啊，甚至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呀，虾子都可以捡食，去把它吃掉，也可以达到一个生态平衡的这个道理。那收成的时候，也往往增加这个额外的这个虾子的收入啊。国庆来讲伊昨天加标着那初虾差不多30万尾，按那拍虾差不多30万尾，按海分养来为那还多条线的经营，为收入。每群内嘅乌鱼被游到台湾市海岸上岸，大部分5年台北嘅船业，不少人讲喺附近。乌鱼养殖业係睇渔村下下新業嘅新福建傳奇，喺飼料變貴、填料起價嘅困難下，5年上到無就加減曲調嘅下降，做多樣嘅經營，而再個創造出好成績來上述福建傳奇。